圣训是彰化大村慈圣宫天上圣母的圣训，照片是台南关田神岳山庄义和圣堂，也可以让有缘人求到，电话0669901992，0669900008。妈祖劝人要赶快求道南二高跟那个东西向快速道路的关田交流道那边下来往北，然后再到神岳山庄义和圣堂。这里有交代天堂有路走天堂有路走，说要赶快求道赶快求道交代要赶快求道，有引渡求大道民国26年何仙姑写书真言就有提到要赶快求大道